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是2021年5月13。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0篇，以赛亚书5章第1节到第7节，加拉太书第5章16节到26节。昨伫这个主日的信息的中间，咱有讲到葡萄的性命。牧师有讲到这个葡萄树、葡萄园的譬喻，并毋是这个耶稣基督新的譬喻。其实伫旧约的经文内底，有几若摆讲到园，讲到果子的教导。今日的经文旧约以赛亚5章第1节到第7节，搁较明白，将这个咱讲的葡萄园之歌。用来提醒以色列人，基本上这是一个负面的提醒，因为伫经文内底咧讲到以色列人是拢背离上帝的道理，偏行家己的路。咱来看以赛亚书第5章第1节到第7节，先知安尼来提醒以色列人。这个经文内底讲到我。开始的时阵，这个我是指上帝。若照约翰福音耶稣的葡萄园的譬喻来讲，这个园主就是上帝，在咧讲葡萄园的园主。这个园主呢，伫以赛亚的先知的册讲内底讲，伊开辟一个葡萄园。伊伫迄个所在，将遮个歹土摕走，当石头仔摕走，互伊所留落来是好土。咱咧讲的是好土，也是讲乐园，也是讲上帝的国度，也是讲应允之地，甚至咱会当讲到末后的即个上帝国，也是天国。伫这个园内底呢，上帝起一座关塔，这个关塔是一个瞭望台，所指的是上帝的固守。然后，搁起一座池，这个池叫做卡列大的池。咱若看过这个葡萄园还是葡萄酒的这个园的结构，咱知影讲。伫葡萄园的边仔，通常拢有一个槽，这是古早的啦吼。这个槽就是讲，葡萄收成了后，才会种植的人就伫遐来甲打互出汁了后，会当做酒的一个池。咱若有机会去看到加州遮个 Mission Church 边仔，基本上都有吼。San Juan Capistrano 遮有一间边仔都有一个葡萄酒的一个所在，就有即个酒池。伫这个所在，以赛亚先知也讲到讲，咧等伊成熟啦吼。咱就知影讲，种葡萄伫春天开始布芽、生叶，然后就会开花结籽。然后就安那，就爱等甲伊熟，等甲伊熟，所以就是咧讲到即个成长，咧讲到成长。结果等甲时间已经到啊，以赛亚书讲，即个葡萄是又搁酸又搁涩，葡萄的收成无亲像其他的共款，成熟的葡萄无好的滋味，也无香味，也袂甜。是搁酸搁涩，迄表示迄个性命有问题啦，照以赛亚书的记载，即个土也是好的，品种也是好的，即个较趣味的是伫即段经文内底，即个主人邀请耶路撒冷甲犹大，其实是咧指所有以色列人北国南国邀请因来伫遐评理啦来看卖啊其实就是咧讲叫遮人来自我审查家己啦。讲主人讲，我敢无好好照顾吗？
修行无好，到底是啥物原因？当然，第一个会去想讲，这个园主就是上帝无好好照顾啦吼。当然，怪别人较紧啊。先伫安尼提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倒病咧风气的问题。当然，毋是上帝照顾了无好啊，吼。所以，上帝这个园主伊就失望，来疼拄为离啊。伫即个好诶环境诶中间，有好诶照顾下面，又还无好诶修行，所以即个主人就失望，上帝就是失望，所以伊就要来拆除保护诶围墙啊，互野兽来食园中诶果子。即譬如讲，就是咧讲着以色列人呢离开上帝道路，性命无有好诶结果。就会受到外族的侵略，就受外族的侵略。以赛亚的时代基本上就是安尼有言啦，上帝无搁再看顾，所以讲地上就生满即个野草，即个上帝无搁再看顾，因为以色列人，咱讲葡萄无受教，因无要接受好的养分，所以因伫结实了后是变做又搁闪，又搁酸又搁涩。以色列就是上帝即个上帝葡萄园，犹大就是上帝所真细致栽培照顾的葡萄树。好啦，昨咱的信息中间所引用的圣经约翰福音15章，基督耶稣嘛安尼讲，我是真葡萄树，我的爸是园主，我是葡萄树，你是花。就爱常常甲我结连，我也常常甲伊结连，必定要结济济的果子。若无我，就恁什物也袂会做。无甲我结连呢，就要去互掀掉，亲像孤单的花，去互迄掉，去捡伫个火炉内底咧烧。其实，咱若注意看今仔日的经文，上帝阁真望遮个葡萄是去互冤枉的啦意思是讲，上帝期待以色列人甲犹大的行为是正直的，是又搁甜又搁水的葡萄。加拉太书第5章16节安尼甲咱提醒，伊讲：我所要强调的是，咱言行着爱顺着圣神的引带，毋通满足家己的本性的欲望。因为本性的欲望甲圣神互相对敌，彼此对立，互恁袂会做家己愿意做的。但是如果圣神引带恁，恁就无搁受法律的拘束。有圣神的管压，照讲顺着圣神来活，所结的果子也会亲像圣神安尼。有即个营养来生出来。加拉太书第5章22节到23节，咱拢真熟的圣神的果子。伊讲圣神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仁慈、良善、忠信、温柔、准则。这些事无有任何法律会当更加甲咱禁止的所以意思是讲，照着圣神所顺着圣神所结的这个果子，会有好的味，好的滋味，会当安尼，互人食了感觉真顺口安尼25节、26节去讲，既然圣神赏赐互咱新的性命，咱就爱互伊引带咱的生活，咱毋通骄傲，也毋通互相激受去，毋通互相嫉妒。这若放这个价值放伫教会内底，无论是初代教会还是现代教会，其实拢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咱真侪时阵用个人的感受来处理教会代志，咱将个人的感受放伫第一位，甲教会放伫第2位。上帝的圣神放伫
尾也算来第一位。检测有一个人有真好的思考，有真好的想法，但是却无好好的沟通的技巧，造成误解，或者是互人无爽快。另外一方面是相当的情绪化，看起来拢是咧就事论事，咱照交讲安尼啦吼。但是咱却失去迄个亲像葡萄树共款一个彼此相听、彼此结连的关系。那安尼敢结出好果子？这值得咱好好来思考。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5月3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0篇，以赛亚书第5章第1到第7节，加拉太书第5章第16到26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顺着圣灵。昨天我们在主日的信息里面谈到了葡萄生命。那牧师有提到说，这个圣经里面的葡萄树或是葡萄园的比喻，并不是耶稣基督的一个新创或是新的比喻。其实在旧约里面有好几次谈到了所谓的收成果子或是那个园啊，那个果园啊、乐园啊这样的一个教导。今天的旧约以赛亚书5章第1节到第7节讲的更是明白，他以葡萄园之歌来提醒以色列人。基本上这是一个负面的提醒，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背离上帝的道路，他们呢偏行自己的道路。这是今天以赛亚书第5章1到7节在说的。先知这样提醒，经文一开始讲到我，这个我呢是指上帝本身。那按照约翰福音第15章讲到葡萄园、葡萄树的这个比喻的里面，说的是这个上帝是葡萄园的园主或是园丁。那这里以赛亚书讲到说，我开辟了葡萄园，怎么样开辟？就是说要松土啊，要把不好的土拿到别的地方去，要把里面的这个瓦砾、石砾这个都把它捡出来，然后丢掉，让这一片土地是一片好土，是乐园，是上帝的国度，或许我们可以说是应许之地，或是讲末后的天国。那经文里面又继续说了，除了成为一个好土的葡萄园以外呢，又建筑了一座高塔。这代表了这个园主非常在意，他盖了一个瞭望台。那意思就是说，有上帝的看顾跟保守。这是葡萄园的一个基本的结构。另外呢，在一旁呢，他又建筑了一个用脚踩踏的池子，表示就是说要等着收成在葡萄园的旁边弄了一个池子，就是说预备在葡萄成熟的时候，收成之后，直接放在这个葡萄的踩踏池里面。那园主跟他的工人就在这个地方踩踏，让这个葡萄直接变成汁，然后可以去制作这个葡萄酒哈。我们南加州，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城市叫做San Juan Capistrano， 那还有其实还有一些天主教的 Mission Church， 我们都可以去参观，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设备在这个 Mission Church 的房舍的旁边哈。那以前就是旁边都有葡萄园哈。
经文继续跟我们讲，这些建设都弄好之后，就开始等待成熟。我们就知道，葡萄树种下去之后呢，在春天它就会开始会长叶子啊，然后就开始开花结果，然后要过一段时间它才能成熟收成成熟收成。那可是很可惜的是，圣经告诉我们，以赛亚书第5章说，这个收成之后的葡萄却是不如预期的那么好。成熟的葡萄没有好的味道，没有香，没有这个甘甜的味道，却是又酸又涩。然后比较有趣的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一句话这样说：上帝呢，原主邀请了耶路撒冷跟犹大，其实在讲北国跟南国，就是讲以色列人，他们说请他们来评评理，其实是要叫他们来自我审视然后就评评理之后，这个原主就问一句话：是我没有好好照顾吗？这个果树收成不良，到底是什么原因？很多时候我们就直接怪这个原主，我们说上帝没有好好照顾营养不良或是说这个水分不够当然我们知道怪别人比较快了先知提到这样的问题，其实是一种反讽式的一个提问。当然，其实我们都知道，都不是，这怎么可能是上帝照顾的不好呢？不会的那这个是一种反讽的方式，然后上帝要他们自己来审视自己。到最后呢，这个原主就决定拆除围墙。为什么？因为上帝失望。在这个好的环境之下，在好的照顾之下，却没有好的收成，上帝就失望了，生气了，拆除保护的围墙，让野兽来吃掉园中的果实。其实这是一个比喻，比喻什么？比喻离开上帝真道的以色列人，无论是以色列国或是犹大国，他们都将要失去上帝的保护因为他们背离上帝，受到外族的侵略跟被掳的经验就会发生。然后他说，在地上就长满了野草，就是说，他们被掳之后呢，这个葡萄园，所谓的葡萄园，就耶路撒冷就怎么样，就变成荒地了上帝不再照顾，也不再整理，因为以色列人葡萄不领受教导，不接受上帝属灵的养分，所以果实变成那个又酸又涩，只好放弃了只好放弃。以色列就是上帝的葡萄园，这是以赛亚书告诉我们的。犹大是他细心栽培的葡萄树，就如同昨天我们在主日信息里面所引用的约翰福音15章讲到，耶稣基督讲到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的父亲是园丁，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常与我连结的，我也常与他们连结，毕竟结很多果实，因为没有我，你们就什么也不能做。那不跟我连结的人要被扔掉，像枯干的枝子被扔掉，让人捡去投在火里焚烧。其实我们如果看今天的以赛亚书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出，其实上帝还是希望他们是被冤枉的上帝期待以色列人以及犹大的行为是正直的，希望他们领受的圣灵之后是长得又甜又肥美的。加拉太书第5章16节这样提醒我们，16到18节那圣经告诉我们，他说，我要强调的，你们的言行要顺从圣灵的引导，不要满足自己本性的欲望，因为本性的欲望跟圣灵互相敌对，彼此对立，使你们不能做自己的所愿意做的事。但是如果圣灵引导你们，
你们就不受法律的拘束了。有圣灵的浇灌，就应当顺着圣灵而生，果实也会因为有圣灵的营养而生。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我们非常熟的经文。至于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博爱、喜乐、和平、忍耐、仁慈、善良、忠信、温柔、节制，这些是没有法律会加以禁止的。靠着圣灵所结的葡萄，将会有好的味道，或者是说应该要有好的品尝的味道。既然25节开始说，既然圣灵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就该让他引导我们的生活。我们不可以骄傲，不可以彼此激怒，互相嫉妒。这样的教导标准放在教会里面，无论是初代教会或是现代教会，都是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很多时候处理教会的事物，将个人的感受摆在第一位，教会摆在第二位，上帝的圣灵摆在倒数第一位。或许某个人他有很好的思想，他有很好的想法，但是却没有很好的交通技巧，造成误解或是不舒服。另外一方面的人呢，他们则相当的情绪化，看起来就好像我们常讲的就事论事，但是却失去了那种如同葡萄树一样的彼此相爱、彼此结连。这样能够结出好的果子吗？值得我们深思。